買房租房最怕中伏，信息唔透明，售後有冇保障？今日帶你1分鐘時間睇透貝殼揾房到底勁喺邊，旗下有咩加盟店，同埋佢可以俾到你咩實打實嘅保障。首先，貝殼找房嘅底氣類似佢兩張網，一張係有龐大嘅立盤詞典同埋 VI 睇房等數字化工具，等你安坐喺家中都可以精確揾到自己心水盤；另一張係深入社區嘅線下門店網絡，通過 ACN 經紀人合作網絡，貝殼打破咗傳統中介單打獨鬥嘅局面，實現咗跨品牌、跨門店嘅盤源同客源嘅共享，大大提升咗交易嘅效率。喺貝殼平台上面，除咗大家熟知嘅直營門店連家，仲有非常強大嘅加盟品牌矩陣，例如深耕社區嘅德友地產，定位綜合服務嘅住商不動產，有國際經驗嘅21世紀不動產，仲有中環地產、綠苑等區域強勁嘅品牌。呢啲品牌共享住貝殼嘅底層技術同海量嘅真實房源。大家最關心嘅保障問題，貝殼亦都可以做到真保證。買房方面有真實盤源價一賠百嘅承諾，交易失敗佣金無理由退，遇到原業主拖欠管理費，平台會損失先行墊付，步行城市仲推出咗樓房批樓損失賠償同埋樓款安全平台兜底。租房方面，如果通過貝殼在線簽約，遇到商家走佬導致租金損失，或者發現租到事故房，只要舉證成功，平台都會按照標準進行賠付。平台仲設立咗1億元保障金，為你全程兜底。由真盤源到真保障，貝殼正用緊平台力量令居住服務更加安心。如果你近期有租房買房嘅計劃，不妨打開貝殼走房 APP，